今次我哋呢個得獎作品咧，就係香港進口取貨嘅數碼通。咁啊簡單啲講咧，就係將傳統一個紙本嘅進口模式轉做一個無紙化，通過一個 QR code 就可以幫到貨運業界咧，就去到貨運站去攞佢嘅入口貨嘅。呢個得獎作品咧，係主要係幫香港空運業界入口流程，通過數碼科技咧，可以變成一個無紙化、好高效率嘅一個入口取貨流程。因為咧喺香港傳統空運業界入邊咧，咁其實都用咗好多紙張，咁所以咧我哋就希望應用呢個科技啦，就將今天可能紙本流程就數碼化。咁但係咧我哋嘅目標咧，其實都唔單止淨係數碼化啦，我哋係希望將成個流程都可以做一個 revamp。咁令到咧成個空運業界唔同嘅持份者咧都可以連結起嚟，咁變咗咧成個流程就可以更加快捷，同埋亦都提升翻成個透明度。頭先我哋都有提到啦，其實香港空運業界咧都係比較傳統一啲，咁所以我哋香港國際機場啦，就作為一個中立嘅角色啦，我哋都希望做一個帶頭嘅作用，就做一啲智慧物流嘅 project， 就令到成個業界咧都可以去，咦原來呢一啲係可以去做，亦都有成功嘅案例喎，咁從而令到我哋可能喺機場唔同嘅持份者都願意再投入多啲資源去做呢啲 project 啦。咁另一方面啦，因為作業嘅同事對數碼化亦都有啲抗拒，咁而我哋藉住今次 ICT 呢個 award 咧，亦都可以推動到就係話原來喺日常工作上，我哋都係可以應用到，亦都冇佢哋想象中咁難咯。咁我哋都希望繼續同空運業界持份者一齊去努力，去達成呢個目標啦。我哋好榮幸可以獲到呢個 ICT Award 啦，咁絕對係對我哋嘅肯定同埋鼓勵嚟嘅。咁喺呢度咧，我哋都要多謝我哋嘅空運業界各個持份者咧，包括係政府嘅3個監管機構、食環署、漁護署同埋香港海關，仲有就係我哋3個香港空運貨站啦，同埋貨運代理同埋佢哋嘅服務供應商。因為咧佢哋喺成個開發過程入邊啦，都參與咗好多，俾咗好多寶貴嘅意見我哋，令到我哋成個 application 咧都係好符合佢哋日常運作嘅需要嘅。佢哋一直持續嘅使用啦，同埋用家嘅分享意見咧，俾我哋都係幫助我哋係一路嘅去優化我哋嘅 application 嘅。咁最後咧，我哋都要多謝我哋嘅幕後團隊啦，因為喺一個過程上邊咧，佢哋都付出好大嘅努力，喺面對困難嘅時候啦，佢哋都係力求完美，揾一個最好嘅解決方案，令到我哋嘅 application 咧可以係成功咁如期推出市面嘅。咁我哋喺嚟緊啦，都會繼續嘅努力啦，繼續為香港嘅空運業界帶嚟更多更好嘅數碼服務同埋體驗。香港國際機場咧係全球最繁忙嘅貨運機場。其實由2010年開始咧，我哋係連續14年都係吞吐量最高嘅一個機場。咁樣作為一個領先嘅機場咧，其實我哋要不斷前進嘅。咁所以我諗我哋嚟緊咧，亦都會大力用多啲數碼科技去推動成個空運物流業界做得更加有效率，做得更加前，競爭力提高。咁希望所有業界包括貨站啦、航空公司啦、相關嘅持份者，好似貨運代理咧，都可以通過香港呢個 ecosystem 可以增加佢哋更加多嘅商業機會，希望促進香港嘅物流業啦，同埋環球貿易嘅行業，令到香港做得更加好。